好啦，咁啊眨下眼咧，亦都係到咗我哋今日呢個開幕式嘅尾聲嘅咯喎，咁大家真係都要記住啦。咁就喺其實今日幾多號咧？你知唔知啊？今日係17號。係啦，但係一早咧已經喺9號咧就特別咧就係喺1月9號，即係下一年我講緊啊，唔係呢年啊。1月9號咧咁啊至到1月10號咧，咁都會有2個大型嘅推廣周嘅活動咧就係舉行嘅喎。係啊，冇錯啊！咁大家記住咧要支持啦。咁當然唔少得啦，喺嚟緊咧2010年嘅1月15號咧，喺同樣嘅地方祐漢街市公園咧，咁大家咧都同樣咧都會有北區消費嘉年華2009嘅閉幕活動㗎。係啦，到時咧會抽出咧就係多個大獎㗎，咁啊大家咧記住咧帶埋你嘅刮刮卡啊，抽獎券嚟呢度咧，睇下到時幸運兒係咪你㗎喎？係啦，記住多多消費，支持北區消費嘉年華2009。多謝晒，祝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第3屆北區消費嘉年華2009閉幕晚會，首先有請澳門歌手陳建華先生。歡迎大家嚟到啦！第3屆北區消費嘉年華2009啊！我哋再一次用熱烈嘅掌聲多謝陳建華同埋佢嘅女女啊瑩瑩，好嘛？哇，真係好精彩嘅演出啊！瑩瑩今年5歲咋？係啊，真係前途無可限量啊！係，大家好啊！我係今晚嘅司儀啊，我叫做李俊傑 Jackie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咧今晚係司儀，我係 Karen 陳嘉慧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見到咧有好多嘅嘉賓咧都嚟咗啊，百忙之中抽時間咧參與我哋咧今次北區消費嘉年華啦，第3屆嘅北區消費嘉年華㗎。咁今次嘅活動咧就係由澳門北區工商聯會、街坊總會北區辦事處、馬克友居民聯誼會、台山坊眾互助會、筷子基坊眾互助會、青州坊眾互助會咧，以及東北區坊眾聯誼會攜手主辦。今次咧已經嚟到第3屆啦，越嚟越熱鬧喎。冇錯啦，嗱 Karen 啊，咁啊舊年咧第2屆北區消費嘉年華咧，咁啊閉幕晚會都係我哋2個主持嘅喎。係啊，冇錯啊，我記憶猶新。係啊，咁快就1年啦。咁啊，每一次咧我去到北區咧，都會聽到好多市民咧都講緊呢個北區消費嘉年華㗎。咁尤其是咧今年咧亦都加咗啲新元素啦，就係刮刮樂啊。咁好多居民咧刮中咗啲獎品咧，又可以去消費，又再中獎咯喎。咁所以咧成個北區咧都充滿住咧呢個中獎嘅歡樂氣氛嘅。冇錯啦，呢種歡樂嘅氣氛咧，真係響遍呢個整個北區喎。有陣時唔止，我覺得係可以響遍整個澳門啊！我氹仔都聽到有人刮㗎。係啊，咁所以咧，咁今次活動咧咁成功咧，實在咧有賴以下嘅單位嘅贊助同埋支持㗎。咁當中咧包括有贊助機構經濟局啦，同埋支持機構包括有民政總署、治安警察局、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、博彩監察協調局、大豐銀行及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嘅噃，咁啊多謝晒佢哋嘅支持啦。咁啊嘉慧啊，咁我知道咧今晚大會咧安排咗好多精彩嘅節目咧俾大家欣賞嘅喎，不如我哋立即為大家介紹一下。嗱，見你咁心急咧，我講少少俾你聽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今晚咧嘅表演節目咧相當之豐富嘅。咁除咗咧就會有澳門本地嘅表演團體啦，為大家帶嚟連場嘅歌舞之外啦，咁亦都咧喺香港啦，咁遠道請嚟呢一位嘅朋友。咁其實咧，大家聽佢嘅歌咧都會覺得，咦，耳
熟能詳，咁佢晏啲咧就會出現㗎啦。你而家賣關子咁啊？係啊，冇錯，介紹下俾你聽嘅啫。不過咧，今晚咧人人都知道啦，嚟到呢度咧都係睇公佈結果嘅。公佈嘅咧就係我哋大抽獎嘅結果，獎品相當之多嘅，有成200幾份嘅獎品啦。咁而當中咧最犀利嗰份獎品咧就係一份咧8萬蚊嘅千足金嘅獎品嚟㗎。千足黃金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如果計得精準啲咧，係唔止8萬嘅，係因為升值㗎嘛。咁啊，大家準備好咯喎嚇，咁你哋咧嗰啲抽獎券啊，嗰啲號碼咧，大家就要準備咯喎嚇。咁今晚節目咁豐富，咁不如我哋立即請第一位表演嘉賓出嚟表演啦。咁你就唔好咁心急住。咁啊，今晚咧有咁多貴賓喺現場啦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會首先舉行今晚閉幕禮嘅啟動儀式先㗎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有請今晚嘅主辦機構北區工商聯會、街坊總會北區辦事處、馬克佑居民聯誼會、台山坊眾互助會、筷子基坊眾互助會、清真坊眾互助會以及東北區坊眾聯誼會，以及大會所邀請嘅嘉賓一齊上台咧，見證今晚嘅盛事嘅，可以有請咁多位嘅見證嘉賓移步到台上。